要嘛，我让你去跑啊！我去跑啊！呀，我让你去跑去啊！去跑去了没有？好别的。什么过你好，你好。你好什么？你好。购物家。乌龙杯有票。啊，什么票？什么呀？过了几天？有多少斤的呢？我去过了这7天。OK。这家慢点过来这呀？上当兄弟了。这就了这呀。票。哎呀，真上啊！老，不就行。不就收。不就正好很。不就这样。不正好吧？我都老吃过这家。给你老吃过。阿七。都摸个正一样，不是？不对。多久啊？OK。多久啊？多少天嘛？我俩呢？我星期啊。我俩。